咱已经有大祭司头，上帝的囝儿耶稣，经过遐尔的天，咱着好胆就近恩典的座位，通受怜悯，也得到恩典，做及时的帮赞。咱三甲来吟圣诗第203首，天的片片逐邦国，天的片片逐邦国，人人心肝黑暗。本做撒旦的奴仆，情形实在凄惨。天父恁来大慈悲，有志保护万民，可惜百姓毋拜伊，去拜偶像鬼神。咱起来吟全诗。圣诗头前疏导心间，咱齐声来公读。我信上帝，创造天地主宰，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生命，咱主，伊圣经交代，伊在世上来的是，伊温柔的和人来说，也是的心来做人物，给咱的理想向过我，生命，那最专业的上帝导演，也让人在心中。咱掀开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17篇，启应文第17篇，咱三甲来启应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的心情传播耶和华的殿院教训去。万军的耶和华。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囝为着家己找一个有囝的收，徛去伫你的厝的，迄个人有福气。你的力在伫你。已经过流目屎的山谷，互伊变正。
水泉的所在。伊哪行溃烂哪加天。万军的上帝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做阮的盾牌的上帝啊，你着看。伫你的殿院住一日，较好1000日。因为耶和华上帝的日头是盾牌。伊为我留一项好物。万军的耶和华。咱三甲过来吟圣诗第461首。我的信心若无定，我的信心若无定，伊要牵我的手。即使魔鬼将要赢，伊要牵我的手，伊要牵我的手，伊要牵我的手。因为耶稣听我到底，伊要牵我的手。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主啊，你的囝儿女伫主日会当去世，主即伫圣殿内要敬拜俄罗你，你是带领阮俄罗的，因为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宰，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有慈悲、有丰富的上帝。我也确信你是我的救主。我嘛感谢主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女，这是阮的福气。教会外面侪人也咧操找，会当赐予伊平安的迄个因的救主。啊，阮已经得到，阮已经找到，阮一生拢要倚靠主你，就会互阮得到力量，有平安，有光芒。感谢主，你会听。阮为着今仔日的迎新会来代祷，其中有新的会友要来为主你做见证，请大家为伊来代祷，求圣灵充满伊，互伊今仔日所要见证的，对每一个人拢有帮助。啊，我嘛为即个地球甲台湾即个土地来代祷。即几年地球灾情不断，虽然是人类破坏了大自然，但是求主你赦免阮的罪，怜悯阮，互阮有智慧，倚靠你的能力，会当甲自然界的环境扭转过来，也祝福每一个家庭，大人拢有稳定的工作甲收入，并且欢喜来奉献。以财务应尊上帝，不断经历上帝丰富的供应。阮嘛为着青少年短选来，伫7月初2甲初8要前往嘉义，欢乐教会举行短选来祈祷。阮嘛即边出去，因的身心灵会当搁较臃肿，感觉青面彩云人。来谈福音，毋惊互拒绝，反转来嘛看到家己，实在是真幸福。主，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身体欠安的兄弟阮，袂当来教会做礼拜，会通来祈祷。求主耶稣，互因的身体会当健康恢复，虽然是伫床顶也会当活到你的话语，也互因知影有主你甲因同在，心内有平安，有盼望。我嘛为着谢牧师来代祷，互伊今仔日所要传达的信息，拢是对主耶稣你来的，也祝福谢牧师甲吴牧师甲伊的家人平安喜乐，逐项代志拢真顺利。也互讲甲听的人，拢平平得到主你的祝福。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6节。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6节。耶稣吩咐伊12个学生明白，就离开遐，要伫因遐个城教示人甲传道。耶稣伫家内，约翰伫家内听见基督所行的事，就找学生问伊讲：你要来是你吗？也是阮着问别人啊？耶稣因讲：你着去将恁所听见、所看见的，甲约翰讲，就是前面的看见、
摆开行，太可以清气，臭戏人会听见，死个人搁活，送龙人得着听福音，囡仔无伫我来着读会有福气。咱即摆要请圣歌队来学乐，歌名是《蝴蝶轻轻飞》。